Hello， 各位好，志高物業今日帶大家去參觀呢個奧雲峰極罕有放售嘅單位，904尺，望翻呢個維港東南景觀郵輪碼頭至到尖沙咀嘅維港景觀盡在眼簾。而家事不宜遲，即刻參觀單位。呢個單位一入到嚟咧，有少少門關位，咁大家見到咧呢個客廁咧差唔多都係原裝收樓標準啦，浴缸。咁跟住咧，客廁行翻出嚟咧，對面咧斜少少，咁係一個主人呢個係廚房。廚房咧業主咧其實都改動過間隔嘅，將個廚房加大咗，因為 U 型嘅台面，咁啊絕對咧係夠用嘅，因為大單位904尺嚟講。咁跟住再入翻去咧，就有一大廳啦，大家見到方方正正嘅，咁啊擺法咧完全唔容易，因為大家夠方正。咁望翻出去咧，大家景觀咧2個露台夾埋38再加38。咁啊，望翻維港嘅景觀，跟住再睇翻咧就係一個客房。客房咧大細咧亦都適中嘅。另外咧再行翻呢一邊咧，就另外一間客房。跟住咧由廳咧去翻對面咧就另外2間房啦。咁呢間房咧就會大少少啦，第3間客房。咁望翻個景觀咧就廳房同向嘅。都係一個咁靚嘅向南維港景觀。咁由呢一個第3間客房行翻呢一邊咧就主人套房。咁主人套房咧已經做咗一辣嘅衣櫃喺我後邊啊，呢度可以做3邊落床啦。咁望翻個景觀咧就向東南為主嘅。咁跟住呢邊有一辣衣櫃，咁啊套廁就喺呢一邊啦。套廁亦都有裝修過嘅。咁由主人房行翻出嚟望翻個大廳，大家見到啊，其實大廳係好方正嘅。如果對以上嘅單位有興趣，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至 Top 代理，扎根區內20多載啊，留花到而家，奧雲峰必然係專家。多謝晒大家。